台中明大高中实在真厉害，参加着今年全国技艺竞赛，来克服着疫情的阻碍，连续9年摕到13座的金球奖。同学认真伫咧画设计图，甲头壳内的想法画伫纸顶面。室内设计科同学黄怡晨伫咧室内设计组摕到金球奖，白佩柔同款摕到全国第5名的好成绩，让老师感觉真光荣。一开始画都有点就是很杂乱，就是没有制图的感觉。然后后来是老师，我会一直问老师问题，他都有跟我说要怎么改进。我觉得辛苦的地方是一开始我对立面图跟剖面图完全不了解，但是到后面阶段就是发现反正就是画嘛，然后它有一定它的逻辑性在，然后就是多参考学长姐的图。明大高中室内设计科小连续9年摕到13座金球奖。今年参加比赛的2个同学伫咧团体组部分嘛摕到第1名。今年因为疫情影响到训练时间，和同学伫咧练习顶变更困难，会当得奖真正无简单。对于高中生，他们从高1、高2的基础养成上来之后，马上要面临这么成熟的一个阶段的设计，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。学校讲，疫情影响，互栽培训练的时间变少，老师用网络叫同学赶紧练习，希望因伫咧时间内完成画图。这若考验到抗压性。主题内容嘛袂当互走种去，即摆着金球奖，嘛互学校伫咧全国摕到好名声。